来看这条天后林家比会当预防诈骗的一检二个新闻吼，也根据着统计呢，今年1月到10月，国内诈骗案件超过3万件，比去年同期是关注3成。国内诈骗案加这个诈骗金额是一直在增加，而且这诈骗的手法也对着时代在进步。刑事局特别伫咧台北科技大楼1楼设一个临时咖啡厅，初7到初9这3天会伫遐免费请民众啉咖啡，而且教民众安怎预防诈骗。这间咖啡厅的菜单是真特别，详细甲看，甲一般无啥共款，号名拢甲诈骗有关系。这就是刑事局推出的防诈骗新措施。刑事局伫咧台北科技大楼1楼设的临时咖啡厅，这3天对拜4到拜6，邀请民众做伙来啉咖啡，宣导要安怎预防诈骗。根据统计，今年正月至10月，国内诈骗的案件超过3万件，比去年同时期搁较济。所以希望透过这间特别的咖啡厅，来教民众安怎预防诈骗。同基期比去年成长的案件数跟金额都将近3成，但这个就是我们要用这种方法逼出这个黑数。我们要面对它国际的那个语音来话的这种诈骗，感觉有变少。为什么变少 ？NCC 把这些0到9的国际那伪冒货物进来全部断掉啊，那是以1000万通计数的，那个1000万通没有拦住进入家庭的话，那就糟了。现场嘛有提供 VR 体验，也有特定仪通好耍。用这款趣味的方式，让民众知影常在看到的诈骗形态，嘛希望透过多元宣传，让预防诈骗变作大家生活当中的一部分。我们拦阻的目标到目前为止算起来，大概已经拦阻了70亿了。你刚刚你都没去用这个骗到，唔过我跟你讲，当你在赶时间，还是你无注意的时候，一个步骤无唔对，无用到，你就去互骗去啊。刑事局表示，根据统计，诈骗的形态以假投资、网络买物件、改图分期付款上济。诈骗集团一支嘴好累累，骗人的步数是直直的进展。刑事局提醒大家，若是接到电话收到简讯有疑虑，一定要先卡165反诈骗专线，才袂去互变成啊怪怪去。记者林旭凯台北采访报道。